在候诊室稍后几分钟后，医护人员会呼叫您并陪同您前往更衣室。在哪里？他们会向您询问一些基本问题，以确保您的安全。他们会询问您的全名和出生日期，以核对是否与医疗申请单相符。如果您是育龄女性，他们会询问您是否有怀孕的可能性，以及是否放置了子宫内壁孕期。医护人员会询问您的体重与身高，并确认您是否置入人工耳刮、心脏起搏器、任何一只活人工板膜、手术夹、血管内装置、神经刺激器、胰岛素监测器或者听器。若您的检查需使用造影剂，请空腹至少6小时，并于前一天充分补充水分。此外，医护人员会询问以下重要事项：您是否曾接受过造影和磁共振检查，以确认是否有过敏反应？您是否有药物、食物过敏或严重过敏史？您是否有肾脏问题，因为造影及时经由肾脏代谢排出的？以及您是否曾接受过肝脏移植？完成所有这些询问后，您将被要求签署知情同意书。这是一份载有您在进行检查前必须了解的所有必要咨询的文件。由于检查过程中会使用强大磁场，技术人员会请您取下所有金属物品，例如耳环、项链、纽扣或蜡帘。若异物可能干扰影响，您也许脱下。远方会提供检查袍，让您感到舒适。一切准备就绪后，技术人员会再次呼叫您，并带您进入检查室。您会看到设备呈巨大的甜甜圈形状，里面有一张检查床。技术人员会小心翼翼地协助您摆出正确的姿势，以获得最佳的影响。检查过程中，机器会发出强而有力的中负声响。您将活发耳机或耳塞一键轻噪音。您还会活发一个铃铛或呼叫按钮。若您在任何时候需要协助，只需按下按钮，工作人员便能听见您的呼叫，因为设备内建有麦克风。检查结束后，技术人员会通知您可返回更衣室更衣。技术人员无权提供诊断，您的医师将负责审阅影响，并向您解释结果。请记住，若您接受了造影技术设备，检查后48小时内请多喝水，一些助肾脏排出造影剂，这样就完成了。